先来继续来看这个体坛传出着好消息，而这个世界射箭总会重新搁排名了后，台湾射箭的男子团体这个积分增加到363.75分，排名是为世界第5晋升到世界第1。这台湾反曲弓男子团体4月底伫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的比赛，传出着胜利的好消息。去年伫东京奥运摕下着男子团体银牌的汤志军、魏均衡，也有19岁新生代的射箭好手魏宇阳，一路是拍败着瑞士、美国、荷兰，并入着决赛。上尾也是6-0拍败着意大利，摕着金牌，保证着83.25分的积分，嘛登就世界第1。另外，台湾反曲弓女子团体嘛为台湾摕到铜牌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